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一个做风台，大家就宣传生活用品。古早讲嫁到臭头翁，有肉阁有葱，若嫁到跋筊翁，规厝来空空。当然，这是过去旧时代的想法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读作嫁，搁会嫁第三条。读嫁这是读背音，嫁意思就是查某囡仔结婚，咱讲嫁，像咱讲嫁翁。对父母来讲，查某囝嫁出去就是嫁查某囝，也就是嫁娶。若是大嫁查某囝，传互查某囝的物件，就是嫁妆。陪新娘来进行婚礼，这查某囡仔，咱讲是伴嫁或者是送嫁。嫁出去，咱讲是出嫁。这个文音读作嫁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嫁娶，也就是结婚；第二个词读做合嫁妆，意思就是替查某囝准备一寡要嫁出去的物件。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比如讲，小咧讲查某囝得田园，查某囝得嫁妆，这是讲到过去传统社会时代照顾后生甲查某囝礼数无同。像讲查某囝若是要嫁娶，就要替查某囝合嫁妆。话阁讲到转来，嫁妆甲田园嘛是袂得比。所以即马现代社会男女平等，后生查某囝应该拢同款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嫁，这是背音；另外文音读做嫁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